头尾边安怎讲的？嘿，头尾安怎讲的啦？你头尾拄安怎讲的？头尾安怎讲？你讲有听？我听无清楚。紧的，啊若无你，我你讲你今仔日你我惊你今仔日，阮这个大兄嘛，你嘛讲一下互听者。是我说错了，然后对不起。无啦，你遐甲阮哥画一个啊？伊遐讲万国啊，万国的声我听无，我知影啥物叫歌。我是对不对？阮迄厝大爸不平啦，啊，真奇怪，啊，人一个遮尔好的大兄，对不对？啊，人好的大兄，对不对？啊，怎么你互你讲一个话，你啊，你乌白就你食人的命，你外口在骗消骗微滴的，啊，你即摆问讲你到底甲伊偌熟滴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嘛讲一下有听者，台湾专省的人即摆都经常要听你讲啊，你甲伊偌熟？甲伊有熟无？现在那个我说就是对现在没有，然后还有跟无啦，你也无对现在没有无咧嘛。我对阮万国遐尔，我意思讲阮哥啦，我意思讲阮哥啦。你有啥物？你爱讲万国遐歹，你爱讲万国遐对不起，我无应该去讲你嘛。这连安讲都袂晓讲。因为你甲阮大一点命嘛，某个要拍摄是徛个90度就鞠躬啦。跟某呀，无万国兄对话。哦，某个呀，这样是的，是的。啊！你要安怎讲？你安怎讲？啊！你讲你以后安怎？以后要安怎？以后安怎？你会去讲后壁去人教会无？喂，啊！喂，我以后拢袂去讲像我有诶无诶啊。哦，啊！你爱讲话，你讲你，是的。哦，啊！你有照片，你就照去啊。哦，好啊！你啊坐，啊，阮讲食金碗就食金碗，系啊。咁有你做这来，你讲你互你来给你食金碗嘛，是要你食金头发来，咱唔对。咱食金碗，你食你，咱有救啊。够。啊，再来，啊，再来。来啊！你大概成功买，成功买。慢，成功买。多年上班多呀，干你娘鸡巴！两点，哎，多年上班多呀，家中错误。我料，干你娘鸡巴！哎，我你乖，讲，先乖点，袂使就不要那个嘛，哎，人家嘛，你正哥呀，啊！你正哥呀，干你娘鸡巴！正哥呀，乱打扮。家中错误。哎呀，背对，可以好，我这不安尼。背对就病了。哎呀，800块。哎呦，哎呀，拢人买了哇，车窗超好势啦，喂，哎，对啊。